为了让这民众会当食了更较安心，食药署伫今年7月份开始，会严格来管制食品当中的重金属。若是这个营养食品，抑佫有动物北带重金属的标准会掠佫较严，这果子、豆仔的重金属限制量也会加入。若准违规，除了这个产品爱销毁以外，上重佫会罚代票300万。也若大家拢爱食的巧克力，这上紧伫明年1月份开始，也会对例来限制重金属的量。无共款保卫的北来放伫市场的搭，袂少人会买回去煮。为了让民众食更加安心，违法部强化食品当中重金属含量的限制。其中国人较常食的北来重金属盐的含量为0.5 ppm 下修到0.15 ppm， 轻微由0.5 ppm 调降到0.1 ppm。牛羊的北来为0.5 ppm 下修到0.2 ppm。情绪内脏类食品是国人饮食中的其中一种重要的食品，所以我们也加严来管理。从113年7月起，我们加严管制食品中重金属。也针对特定营养类的食品加重金属盐的含量、加精淀镉的含量，佮针对混装食品甲营养类饮品做出无同款含量规定，希望大家佮较全面的保护。另外，椰果、油脂类也是这几年个人真介意的食品，为加强管理，也增加这个重金属的镉的含量。铅中毒会造成人体很多器官的危害，包括慢性贫血、心血管疾病，也会影响肾脏功能，也会导致一些神经系统方面疾病。如果我们的加工食品或食物中含有镉的话，那大概人体6%会被人体吸收，长期化也可能会造成镉中毒。原本也伫这一摆有个加减范围的巧克力，伫有个评论期间，小数受到专家建议标准要甲国际接接，所以也严格一摆。在评估以后，那 Codex 有定新的标准，所以我们就从善如流，把巧克力的部分重新规划。林金虎表示，下中客户个若按照行政流程，巧克力重金属含量新规定，上紧明年1月就应开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